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3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昨日台南台西2个警察的嫌犯，今仔早起4点36分，已经伫新竹抓到人了。这个姓林的嫌犯是一个逃犯，昨暗11点外，佮伫台南的新营提枪抢超商，后来坐客丁车去高雄，再佮对高雄坐客运去新竹，伫新竹的客运站互警方抓起来。穿乌衫裤、裤姓林的嫌犯，互警方围调的限制行动。全国瞩目的台警案件凶手，伫警方追查之下，今日透早4点41分，伫新竹市客运站互抓到。当时闸口警用枪甲枪支。犯案了后，伊先伫台南土城区中汽车头走出去，有民众疑似伫市区赤坎楼所在发现伊影子，佮伫半暝11点半提枪抢劫，新营区一间便利超商做着锁定。警方最后掌握伊坐白牌车到高雄转坐客运去新竹客运站才抓到。原本互警方锁定可能是台警案凶手的姓陈查甫人，昨暗时已经主动报案，无承认犯案了后，故在夜间定性。那因为是夜间的关系，我们做了有夜间的障碍问题，所以相关的一个询问部分的话，我们等明天早上做相关一个询问以后，再针对他所说的部分的话，去做一些比对跟验证。警方伫案发了后，调2个顺治县警的电脑查询资料，发现最后一笔是25岁姓陈的查甫人，才互警方锁定。专案伫2人到案了后，会伫今仔日进一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早起4点36分，警政署长黄明昭嘛伫现场，甲新竹市、佮台南市的警察伫新竹抓到嫌犯林信吴。警方表示，嫌犯林信吴是面对怪假的逃犯，伊伫高雄坐和兴客运到新竹，伫透早的4点36分，警方是伫新竹的金城1路甲人抓起来，嘛找到警察的枪甲枪支18粒。林信吴互以台南罪移送法办，人嘛已经互带转去台南市警察局来做调查咯。最近5档，国内有7个警察因为办案失去性命，受伤的警察嘛超过2000个人。面对嫌犯的攻击，安怎对付、安怎保护家己？有学者是表示讲，虽然警方是有一寡战术，也毋过应该嘛爱定定去做教育训练，随时来提醒警察，过来加强。亲身赶到案发地点，台南市长黄伟铁表情正沉重，因为辖区内2个员警伫热踩车的时阵，互人攻击死亡。准讲对案情袂使公开，毋过伊也讲已经全力要求抓凶手，会好好侮辱被杀害的员警。那配合中央刑事局以及所有的警力投入来，在最短的时间内缉凶。那希望说中央也能给予最优的抚恤。警方执勤查缉不法，面对高风险，较早嘛捌发生攻击警察的重大案件，包括17年前新北市子一对姓黄的兄弟啊，趁员警签巡逻单，举刀为后壁攻击，造成警察一死一伤。也有2014年夜店台警察的案件，大庭民众伫夜店外口惹代志，台北市刑警施建国穿便服到现场关心，去互人围拍死亡。这种的攻击事件，往往趁人无注意，警方要安怎面对呢？一般都是建议他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警政署之前有推战术3宝，就是距离，然后掩体，还有随时使用武力的戒备。毋那战术3宝真重要。警局教官也讲，拄到现行犯还是嫌疑犯，2个警察必须爱甲嫌犯维持3角徛位，为了避免对方创刀仔攻击，一定爱先甲扣掉的才超身躯。毋过，少年耍这5年，警察执勤死亡的拢总7个人，执勤受伤的数量更较侪，超过2000人。有学者分析，因为嫌犯无地走，毋再决定拼命。我认为说，一个困兽之斗的人，困兽之徒，他也会狗急跳墙啊。也许他也是抱持了与你同归于尽的这种想法。拄到紧急的状况，警方是毋是会当第一时间反应辨识，立即采取行动？伫临检过程是毋是无注意疏忽？学者认为，警方伫相关工作、教育训练，拢爱一项一项斟酌，袂当互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温度嘛是搁真悬、真湿热的天气。也毋过下暗开始，受到马鞍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东南部甲恒春半岛会开始落大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早起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也毋过过到伫嘉义以南、甲其他的山区就会开始落雨。
下暗开始受到马鞍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南部、东部佮有东南部都会开始落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雨会落真大哦。今仔因为空气真干燥，北部佮东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马鞍风台伫拜三、拜四上晚近台湾，东部佮南部会落雨，下晡开始中部佮北部嘛会开始落淡薄仔雨。拜四哦，雨会愈落愈大。咱来看，家人欠水的情况真严重哦。市长林佑昌表示讲，已经在研究互海水变正的设备，无但新山雾社佮有站文遮的水库，目前水量佮剩拢剩真少。气象局是表示讲，风台马鞍哦，下暗开始挖进台湾，南部甲东部就会开始落雨。社区总干事甲消防水管灌起来，唔敢收起来，因为惊个欠水，需要水车接管，互民众通用水。家人目前部分社区出现欠水的情形。缺水情形大概是10天，那3天前经济部长来以后，我们这2天的水是比较正常，有正常了。那可是住户目前还是担心这个状况呢，能够维持多久？嘉南市长林佑昌日下晡视察幸福花城的关地供水设施，针对最近欠水议题，伊表示最好万全准备，暗过嘛期待天公紧落雨。现在经济部也启动了，要把新竹的海水淡化厂移至到基隆，以备这个不时之需。供疗水源那每天大概就是缺3万的缺口。那至于这个3万的缺口那近几天我们紧急就实施了这个生产引流，克服了这个问题。到8月2日，全台湾部分水库跳水量拢有较少，包括屏东牡丹水库跳水率将近5%，基隆新山、南投雾社也甲嘉义台南各界的站门水库跳水率较无一半，受到全球反盛营现象，今年到即马也无风台入来，地区挖靠风台带来丰富水源的台湾所欠水。9号台风今天下午2点钟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形成，经过南海的这段时间，如果它的暴风圈稍微的扩大，路径稍微的偏北一些，也不完全排除发海上台风警报。气象局预测，23早起也是高温烧热，大部分的所在高温会超过36度，尤其华东地区可能出现38度以上。下晡开始风量会增加，后日尾晚风台上挖进台湾，南部甲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四川之前因为欠电，工业用户对15到20工厂停工6天哦。因为欠电的情况无改善，又搁宣布工厂爱停到8月25。有台商是表示讲，生产的成本会增加，营运加减会受到影响，也毋过搁无算介严重。成都富士康从15日至20日限电。全场生产停止。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四川限制用电，冲击鸿海集团的子公司富士康成都厂的产能，原本限电6天，即马时间搁延长，留长到11天。四川省突发通知，扩大工业企业让电于民，上述时间将延至8月25日。四川限电的措施是真严格，为公共运输、坐温车厢的冷气温度拢控制伫27度，百货商场、电梯、甲电楼梯，敢若有一定的时间甲一定的楼层会当启用。甚至连电动车的充电条，嘛规定敢若部分的时间会当充电。企业呢也会出那种把相对数据到来充一些。也若工业用户限制用电的措施是更较严格，限电的产业专工列正面表列白名单，非必要民生物资的产业限制用电的时间内，生产线是拢暂停生产。台湾袂少电子厂是伫四川设厂，包括电子类的广达、汇创、豪硕、人保、甲英业达。也若笔记型电脑的牌子华硕、甲宏基，也有鸿海集团下底富士康等等，拢面临停电减产的情形。四川这边，他现在一个礼拜通知我们，是希望赶快过去。限电的时间就是要减产嘛，生产成本会加重，有影响，但影响不是很严重。因为现在目前产业其实都在处于这种调整库存的阶段。如果今天我是处于产业的旺季，需求很旺的时候，只要一受到这个限电的影响，供给一减少，就会产生很明显的冲击。学者表示，11天的限制用电，受到影响的大厂也阁会当转移产能来降低冲击。不过，这个限制用电甲气温有关系，加上中国各地也阁出现欠水的问题，恐惊限电的措施也会扩大。下半年营收恐惊无乐观。经济部工业局表示，目前大厂回报是暂时无影响，未来冲击若是扩大，会开会讨论。伫有需要的时阵，要安怎甲因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
这回来看今仔报纸新闻，先来看联合报。台湾之前是有定出5档1期的减碳计划，第一期的计划是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基准年2005年减少2%。也毋过最近公布统计结果，2020年只有减1.88%，第一期要减2%的目标并无达成。再来看《中国时报》，新北市邦桥的滬州合宜主体传出讲有厝互法院拍卖，厝价是互差价真悬哦。调查发现讲是一个炒房的集团伫背后的操作，这个集团赚超过2亿的乌心钱，昨地共是有101个人被起诉。再来看《自由时报》，国家发展委员会昨公布上新的人口预测，报告中是预估2025年台湾会进入超高龄的社会。2070年工作年龄的人口只有目前的一半，其中有超过一半已经45岁到64岁了。再来看，国内昨增加16000多例本土病例，57个中重症，23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1岁查某阿婴仔发病到死亡只有短4天。另外，指挥中心嘛宣布，搁再要放令入境的人数，对1礼拜4万个人增加到5万人。礼拜一新增加16669例本土病例，全台湾以新北市确诊病例达到3000多例上济，中重症有57例，死亡有23例。死亡个案当中，年纪上细汉的是1岁查某囡仔，本身无慢性病史，也无注过疫苗。8月12破病，15送医，迄天就宣告死亡。为破病到死亡，敢若短4天。新冠肺炎合并呼吸衰竭论断为它的死因直接死因所以这一例是我们第28例的这个儿童死亡的个案。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上新的基因定序结果，本土 Omicron 变异株 BA.5。顶礼拜新增加34例，其中北部增加26例，中部2例，南部6例。而且疫调发现有一对感染 BA.5 的翁仔某，是因为接机感染着，其他个案拢是散发个案。那目前在全国的这个 BA.5，在我们本土检出的比例大概是18%那北部的比例稍微高一点，大概23%。中南部的话，这个比例大概是10%左右。另外，考虑到9月底要开学，国人甲境外生返来台湾入境需求增加，经过综合评估了后，指挥中心宣布，即马开始调整入境总量，为每礼拜4万人调升为5万人。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今年本土疫情伫5月22日礼拜总病例数达到57.1万多例上济，每日连续11礼拜拢有降低。毋过顶礼拜总病例数是15.2万多例，比前一礼拜加2.9%，代表疫情开始变较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伫要开学咯，教育部宣布9月12日开始，高中以下学校有新的防疫制度，确诊甲快筛阳性的案例要进行7天的居家照护，7天后无症状就当登去学校上课，接触者快筛阴性就当搁继续上课。最近有一寡疫苗注射站嘛袂少家长带囡仔赶去注射。8日早起，台中文心心田公园疫苗注射站有真侪青少年来做疫苗，因为后礼拜中小学都要开学，想来做好做满案提升保护力。就赶快来打，然后因为之后听那个 BNT 会越少，所以赶快来打这样。台中市卫生局统计，到2月为止，5至11岁儿童第1期疫苗注射率是82%，不过第2期降到只有51%，有3成的落差。12至17岁青少年第3期注射率有62%，甲前2期比也降1成。驻站医师肖依玲发现，随着开学日，哪间家长甲学生的焦虑感日提升，渐渐出现抢咧住的现象。然后一直到周末，大概都破100，接近150左右。真的这几天从青少年要开学之后，这2个礼拜，大概青少年的比例是增加蛮多的。民众加强自我防疫，教育部也宣布8月3日开学了后，将调升高中以下各级学校快筛试剂安全库存量到50%。9月12日起采用防疫心制，无搁全班停课。确诊快筛用个案实施7天伫厝照护，基本无症状就会当登去学校。其他共班师生只要快筛阴无症状就会当继续上课。确诊或快筛阳性，就会采取7天居家照护。如果期满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就可以回到学校来上课。那么对于确诊者，包含快筛阳性个案的同班同学及教师，学校提供1剂的快筛试剂。那么快筛阴性
没有症状的，可持续来上课。大专院校为开学之起实施防疫心制，大约甲高中以下各级校共款，只有确诊快筛阳个案，全天挂喙按共同活动的情况，需要进行自我健康监测。潘文中强调，各学校有爱当看疫情发展甲应变小组研商了后弹性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47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拢总增加16911例，目前已经超过506万例。日本超过1700万例，韩国嘛超过20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法国。美国已经超过9500万例，印度嘛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拢超过3400万例，欧洲迄边英国是超过2300万例咯。再来看日本的疫情继续拖，连续3天一日的确诊人数拢超过25万人。现已经注第4档疫苗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日嘛确诊，要隔离到8月30号。首相本地是要去非洲参加非洲开发会议，就改做实行。这个月初查，日本第2次岸田对国人数正大改组正式启動，這被導致新嘅公布所傳出已經做4期疫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第1日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岸田総理は8月20日の夜に微熱や咳などの症状が生じ、翌8月21日午前に PCR 検査を受験したところ、16時の時点で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感染していることが確認をされました。岸田文雄是为15开始，休假到2日，原本2日开始要恢复公司办公，不过确诊新冠病毒了后，伊伫首相官舍隔离，因为病情真轻，所以会远距办公，相信伫30结束隔离，31才能恢复正常公务。不过原本这个月底，伊要去北非国家突尼西亚参加非洲开发会议，即卖也取消行程，改做实行出席。佮延期了后，到中東國家卡達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嘅訪問行程。感染経路は不明であります。現在総理は公邸内の私邸にて療養中であります。昨日は微熱と咳といった症状が見られましたが、今朝の時点では平熱に下がり、少し咳が出る程度になったと聞いています。日本的新冠疫情一直滾價，連3天全國估計確診超過25萬人，過去1禮拜確診人數總數比頂禮拜加4萬人以上。政府為減輕醫療壓力，也在研究是不是要將確診情形的整體掌握風險改做逐工分區固定時間匯報的定點掌握，減輕醫療機構行政負擔。只是安尼會造成有重症風險的患者無法度馬上適當的治療。專家建議，若要改變，要做好配套措施才實施。公視新聞陳時東報道。明仔載24就是羅西亞拍烏克蘭半冬咯。8月24嘛是烏克蘭的獨立紀念日。這幾天羅西亞是繼續佇扎波羅熱核電廠附近發動攻擊。烏克蘭的軍方指出講，已經有9000個阿兵哥犧牲咯。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嘛閣再感謝其他國家的支持甲幫助，嘛呼籲世界各國將羅西亞當作恐怖主義的國家。遭到炮擊了後，一片如蒼蒼，離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廠10公里的城鎮，一直予俄羅斯炮彈甲火箭攻擊。俄烏雙方攏指控對方向核電廠開火，當地居民將煩惱爆發核災。俄羅斯入侵烏克蘭24都要滿半年，8月24也是烏克蘭獨立紀念日。不過因為煩惱俄國攻擊，烏克蘭下令禁止集會慶祝。總統澤倫斯基警告，俄國可能發動更加多、更加大的攻擊，也過一擺感謝盟友的援助。Чим довше проміжок між санкційними пакетами, тим більша зухвалість Росії. Я вдячний усім нашим друзям, усім друзям свободи в різних країнах світу, які просувають необхідність визнати об'єктивну реальність і юридично визначити Росію державою-терористом.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2日指出，自從俄羅斯入侵以來，已經將近9000個軍人陣亡。宣布慶祝獨立紀念日活動，不過受到基輔電視所在台拍下去的俄羅斯戰車，互民眾了解戰爭的殘酷。
Тому що вони мають знати свою історію. Історія народжується і твориться зараз. Це їх вік, це те, 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розповідати своїм дітям. Я не хочу, щоб вони чогось не знали. Я хочу, щоб вони бачили, що таке страхіття війни.活动侵略的俄罗斯莫斯科民众议员正常过生活，看起来无受国际制裁影响，不过也有学生无法度出国留学。Ничего не изменилось. За ценами не следим за новостями, путешествуем по России, все чудесно. Связано с тем, что планировала обучаться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т теперь так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ет, к сожалению,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абитуриентов. 俄乌战争要半年，目前伊万无停火现象，冲突影响也为乌克兰拖到全球，包含粮食危机。欧洲面临能源欠缺，甚至遭波罗热核电厂引起核灾惊吓。公司新闻电话人朋友。来看乌克兰的军王乌西克，顶礼拜六伫世界军王比赛打败英国的军王约书亚，成做世界军王。乌西克是讲，这场比赛毋但是为着伊家己，愈较重要的是为着乌克兰来战斗。伊伫比赛的过程嘛，提出乌克兰的国旗，替保卫国家的军人甲人民加油。双手举悬天开国旗，向世界宣告乌克兰未退让，把军头摕落来去做兵抵抗俄罗斯的乌克兰籍世界重量级军王乌西克，20伫沙烏地阿拉伯进行军王头一场保卫战，以2-1再一次打败英国军王约書亞。Він дуже важливий був для моєї країни. It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my country. Для моєї команди. For my team. І особисто для мене. And personally for me. Тому що я боксував за всю країну. Because I did box for the whole country. Та за пів міра. And the half of the world. 35岁的乌西克是伫军队许可下出国应战，这场比赛对伊来讲意义重大，因为毋但是为家己，阁为全乌克兰人来比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比赛前阁特别替伊加油。І вболіваємо за тих, х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є Україну сьогодні. Обов'язково за Усика, наш хлопець. 迄天有上100万的乌克兰人看转播，乌西克嘛无互人失望，顺利将 WBO 世界拳击组织顶4条重量级的冠军腰带留伫乌克兰。伊比赛了后，阁特别提出军队精神的国旗，为辛苦抗战的同袍鼓励加油。啊，那伫乌克兰国内，因为因应战争有特别发展新的避难模式。第2大城哈尔科夫最近建造头一个设伫公车站边的防空壕，通因应俄军的攻击。Да, это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иногда утром выходишь, а тут так громко слышно, поэтому будем все прятаться.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что, так сказать, подумали о нас. 这座防空壕上座会当藏50个，内底有椅仔通坐，还佫有监视荧幕，互民众会当看外口的情形。俄军顶个月捌攻击哈尔科夫的公车站，致使3个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13岁的查甫囡仔。当地政府打算兴建25个这种的防空壕，互等车民众有一个避难空间，会当闪汹汹来的攻击。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仔国际上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美国防疫专家福奇宣布，会死掉年底会死掉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的职位，阁有拜登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的职务，嘛拢要死掉，结束50档的公职。再来看更高民主共和国东部一个庄头出现新的伊波拉病毒的确诊病例，可能是甲之前的疫情有关系。第2020年的疫情，当地是造成2300个人死亡。再来看中国大规模的军演，和台海的情势真紧张。后面最高外交官波瑞尔是表示讲，后面愿意担任台湾海峡危机的调解人。继续来看，有真侪台湾人互骗去柬埔寨，甚至要求受害者甲家属爱个骗愈侪人过去，才会当甲人放转来。屏东有一个妈妈，伊无愿意安尼做，去害着别人，伊的查某囝对8月初开始就失去联络。通关手续办好势了后，5名熟悉的青年总算回来。航警到伫刑警陪同入境了后，屏东县刑大的警员也等伫边仔，要将其中4名来自屏东的青年带回。为民众前往金边，转往曼谷，在8个小时之内顺利搭机返台。
外人透过民进党立委吴丽华以免收借款的方式协助家属将因赎回。20暗住伫金边机场的旅馆，等到机场一开门就办手续，总算才会当坐飞机转来。警政署统计，到2日为止，受困的咱国民众已经有72人转来。也毋过，屏东宝山乡有民众为了帮忙家庭，互骗去柬埔寨，真正集团开条件，爱骗6个人才会当帮伊转来。也毋过家属认为会害佫较侪家庭刷来拒绝，所以为测试失联交代。他说被打得很惨，过了几天就传一张相片给我，那个上面是他的手有好像被刀割，然后他的左眼那边好像有被打。柬埔寨定传出诈骗事件，伫各方协助之下，陆续有民众互救倒转来，也毋过拢爱付出大笔赎金。有专家烦恼，虽然有民代愿意协助装钱，也是免收借款，也毋过若装袂到，家属恐惊都爱去借档来，造成新的问题。警察这边的机制，地检署这边的被害保护机制，甚至法务的这个对被害人的资源协助的机制，应该可以一起联手的。专家表示，因为咱国家柬埔寨无邦交，应该优先将人带转来，才来厘清相关身份，需要靠检警甲法务等体系合作，后续法律甲保护机制，才会当以相关事情进一步启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本地要设伫台中的国家艋舺博物馆，因为场地有问题，一直拢无进度。文化部甲台中市政府是互相杀责任。部长李永德嘛批评台中市长罗秀燕是无良的政客。台中市政府是呼吁讲，唔通互博物馆变做是政治操作的工具。国家办为博物馆的地址传出有变化，文化部甲台中市政府互相推卸责任。文化部长李永德日上广播节目表示，有善意解决管制的土地问题，不过市长罗秀燕煞呼吁行政院长苏贞昌爱尊重家己个人，想要弄好拍片关系是无良的政客。所以一定案之后，他马上翻脸了，倒打你们一排。倒打的话，说我们就打了个闷棍了，对呀，打了一个闷棍了。所以我说怎么这么无良的政客哈，我也觉得非常。卢秀燕呢？你说无良？李永德讲，文化部选帝国糖厂甲新民家仓库做国家万华博物馆的场址，市政府讲两位拢会当顺利使用，不过定案了后说讲有委外合约甲产权问题，半交的时间一直前。不过台中市政府反驳讲，根据文化部修正的计划时间表，半交时间是2023至2024，哪有去前着？拨交的时间点是在民国112年年底跟113年的上半年，那目前呢时间都还没到，当然就没有延宕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部长如果再去爬书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可以发现说，其实文化部的同仁跟市府的同仁，在整个协调的过程中，一路以来都是拥有共识的哈。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是讲，为2020年选地址到即嘛已经过2年啊，市政府无法度解决场地的所有产权问题，都是频段拖延建设。这2年多，你就是没有办法把动漫馆的场地找到，这个都是事实。所以我们已经竭尽所能的将钱留在台中，希望你不要再口水。国家万华博物馆引起真侪讲法甲论战，政治困境难解。文化部强调，原则上场址也是会留伫台中，暗过地点爱重新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气象站指出，讲台东地区120天来温度是增加2.2度，因为温度变悬哦，山湖白化比例嘛增加，影响到海洋的环境。另外，台东县最近一寡树仔拢互收甲光，林管处是建议讲，应该秋天也是赶人修整，这是合适的时机。台东气象站的统计，7、8月的温度是当年的称悬，从1901年到2021年，以这30年来，台东平均的气温28.92度为标准，这120年来气温已经压悬2.2度左右，今年看起来还会阁称悬。这也显示呢，我们在台东地区的这种温度，在2000年之后，这种比较高温的情况是很明显的。温度愈来愈悬，海底酸雾嘛挡袂牢。东管处甲海参馆的研究人员，伫6月到7月调查机会海域酸雾白化的现象，结果7月份发现有要4成的酸雾白化。专家认为讲，这甲温度加悬有关系。最近天气真烧热，不过台东县各地这阵仔所清在看到为着预防风台的灾害，当咧修剪树仔，有的是剪甲差不多光噜噜，后边将无所在会当长，而且天气热修剪树长，这树仔可能会冷气甚至死亡。台东林管处建议讲，若毋是热带性的树仔，上好是伫秋冬的时阵修剪。一定要把它修短，而且修小，
比较建议就是植物在算是冬天的休眠季节啦，那这样就是修完以后那个树的一个伤口可能就是比较不会受到感染哈。即马气温一年一年咧升悬，人甲环境拢受到真大冲击，专家呼吁都要好好甲环境共存，尽量减少极端气候带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一期台南白河莲子的收成，因为高粉的状况无好，产量真歹哦。无想到讲，让第二期收成嘛无理想。农民是真怨叹讲，这几冬气候反常，收成真无稳定，日子真歹过。当年6月到9月是莲子的采收期，不过今年因为气候等等的因素，高粉的状况歹。6月底收第一期的时阵，发现莲蓬内底真侪莲子结无起来。因过一个莲蓬会当结20几粒莲子，今年剩无90粒，产量减真济。以往大概像在7月，莲子是盛产的时候，然后往年都会遇到一些产销的问题，结果今年因为莲子的产量不好，莲子都是一包难求。因为莲花会阁开第2期，虽然2期花本来就会比第1期较少小看，不过侪农民也是希望会当靠2期加减包括损失。想要到大产地台南白河，除了农民杨家明的莲花田有顺利开花，其他田莲花都开无偌济，佫较免讲要弥补损失。我们莲花就是有一个开完前面采收一次会有一个第2期花，今年的2期花其实我去外面看，然后每个农民的2期花是都没有起来的，所以才造成今年的产量不好。这几年气候反常，亲像去年就因为烤花，侪莲花田无法度引产，强要打死。不过今年5、6月雨水伤高，影响莲花高粉都无莲子，这互靠天食饭的农民，当年的收成愈来愈不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草屯的牛屎墼，歇落的时阵照护站唔来开放老大人上课，卖招囡仔做回来，大大细细互相做伴是真热闹。冇安排一寡课程，互囡仔大人拢算甲真欢喜。囡仔兄、囡仔姐甲阿公阿嬷连面做伙学跳舞，连面换做手工艺。这是南投县草屯镇的牛屎墼社区的照护站，若提供歇落的学生囡仔来这上课，互人看顾。社区的老大人买当做伙来活动，袂无聊。老师也会安排不同课程，跟阿公阿嬷一起手做，然后学烘焙，然后在这里很充实，然后很开心。可以跟老阿嬷、老阿公他们做运动、做东西。照顾这大阵的老幼，互因同齐交流、斗阵上课。照护员表示，虽然是吵吵闹闹，不过嘛较有伴、较趣味。阿公阿嬷拢变甲愈活泼，带动老人家更热闹这样子啊！虽然他们就觉得有时候可能会很吵，可是没关系，就一起做，让他们一起学习这样子。有小孩子陪伴，就像家里的小孩子啊、家里的孙子啊，一起手做这样子，也很有趣啊。因为有的已经上国中，那甚至有的国小6年级就在网络交友。那也刚好我们做数位性别暴力，因为现在对于这个网络交友的部分他们就是懵懵懂懂。照护站也规划所谓性别暴力的宣导，教这寡囡仔爱注意伫咧网络交朋友的风险，陪伴因快乐来学习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埔里的竹仔山社区发展协会有起一个有机养殖的家条，嘛甲社区的绿色照护站设伫遮望讲鼓励时代逐工拢来遮饲鸡活动活动。伫咧南投埔里正前就捌摕过全国金牌农船奖的竹仔山社区发展协会，即马社区营造又搁创新步，特别去甲热心的地主参详，当搁起一座5车级的家条，要兼做绿色照护站来照顾社区的时代。我本来是从种树啊，伫买卖树啊，然后我到买到老树的时阵，我感觉唔敢买，直直种种啊，老树100几丛，然后呢，我们社区那时候开始在发展的时阵因为找一个场地，给这老伙来这可以观摩，可以做什么包括种药草，做什么养鸡。地主表示，因为长期甲在地关系拢袂歹，所以决定甲家己整理的老树公园提供给社区去加舍。也那这间加舍完全是采用友善养殖，除了鸡母生卵会当供给社区食堂，嘛鼓励长辈出门来饲鸡，透放心情。因为国外的经验发现说，老年人有鸡的陪伴，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疗愈效果。
因为鸡只现在目前它的智商是介于猫跟狗之间，所以经过好好的驯化之后，它跟长辈之间可以很好的互动。因为阮饲的是友善鸡，所以这是要舒缓阮老人的情绪，所以阮若每一届来这饲甲鸡啊爽爽啊。 感觉讲心情就真好。社区表示，护士大逐工来老树公园饲鸡捡鸡卵，希望会当伫上自然的环境之下，推动食农教育。过来嘛，拍算要开放，互长辈甲鸡仔带转去处理照顾，透过甲鸡仔互动，护士大的身心拢愈活愈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防部预告，这边体位判断的标准会做调整。 本地身高无到157公分，免这边会改做155到157公分。BMI 伫15到35，爱做替代役。另外嘛，长个研究讲要甲这边的时间延长，外界拢认为讲这是代表国军长个对未来的战力做检讨。除了经济延长义务役来役期，国军最近也有可调整役人体检体位标准，包括心律不整。 冠状动脉病、甲状腺机能过低贫血，也是骨髓化性不良症候群。脚头副损伤、椎间盘突出症、视力失去、甲杜蕾氏症等，拢增加较严的检验规定。另外，相比役甲替代役体位 BMI 范围扩大，像相比役 BMI 为17到31，放宽到16.5到32。军方强调，这对兵役公平有帮助。不过，外界认为这代表国军评估未来防卫需求，需要更较侪战略投入。 议政署伤病停役原因的分析，由国防部会衔内政部。那么主要的是针对 BMI、身高跟视力来做了一个研讨调整，以符合社会公平。能够服役的人的那个基数变大，都代表就是未来需要去进入这个军事训练的人变多，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预做准备。 另外，原本身高157公分以下免役，即马规划155公分到157公分 ，BMI 伫15至35之间爱做替代役。加减也反映出未来全面防卫政策之下，替代役有相当重要性。 国军的这个后勤上面来讲，它当然一定可以扮演更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想这相当程度反映一个我们现在就是国军加强备战，以及所谓全民防卫、全民皆兵这样在这种思维之下的一个精进的一个措施。 徐浩伟也认为，有更较侪役人投入接受军事技能训练，对未来后备战略甲全面防卫能力会有更较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昨日立法院一场公听会讨论身心障碍者的运动管理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学校的老师对身心障碍的学生了解嘛是无够。 今年初，体育署适应体育发展中心正式成立，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第2摆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嘛，伫8月初6结束。身心障碍者运动的权利愈来愈受到重视。不过，民间团体表示，学校教师对身心障碍学生的认识不够，也是需要加强。特教老师不懂体育，体育老师也不懂得伸张这一块，没有人可以很合适的去指导他们。 我们要从现有的师资方面做培力。今年开始，我们推动了一个4年计划，特教跟体育老师共同来互相合作，互相合作来推动适应体育。另外，民间团体也表示，建议伫设施充足的状况之下，参考大众运输博爱做的模式，嘛设置部分设施和身心障碍者优先使用。推动友善篮筐，很多的学生他对这个议题其实是有兴趣，而且他觉得要关心的。很多的场馆大概都在地方政府了，我们愿意了跟这个地方政府的部分再来就这个部分再来开会。 针对身心障碍者选手训练的部分，过去有拍运选手表示，因无像奥运选手同款有专用的基层训练站，训练的资源差真济。体育署表示，目前正在改善。会配合我们身心障碍选手，他的住家或者他离他的上班的地点比较近，或者是说离他训练的地方大概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地点，那么来进行相关这个规划跟这个设计，而比较不会像亚奥运的选手会集中在国训中心。 体育署指出，身心障碍者的基层训练站会参拍运委员会等等团体参详讨论，目前推出的数量、时间等等，拢也无法度确定。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来看英国一寡工人为着要争取加薪水铁路、各有公车货运码头的工人，拢开始罢工咯。英国上悬货柜港礼拜开始罢工8天，影响是真大。
白港头一天，码头工人透早就驾工会机啊，救起封锁线，位于伦敦东北方150公里的菲利斯杜港，当年爱处理400万的货柜，大约占英国进口货运贸易的一半，地位真重要。不过，2000名码头工人补办7%的加薪幅度，赶袂到突破10%的通膨率，受起发起罢工。Don't catch up now. When do we catch up? We need to make the stand now. Whatever we gain, we'll be going on utility bills and more. So no one's coming out any winner in this. 不过，码头业者表示，调升幅度加上奖金，每一位工人等于是实质加薪8.1至9.6%，已经是比起全国5%的平均薪水较高。We agree they deserve a fair day's pay for a fair day's work,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 give them. 这项罢工要连续展开8天，无成立会当做的卡车货运业者，等于会受到1礼拜的损失。Because we heavily involved with Felixstowe Port, it's a heavy percentage of all the business that we do, and if we can't collect our containers, we can't deliver for our customers, and we can't earn money, and it's going to be a very tough time. 唔但卡车货运受到拖累，码头运作停止，恐惊也会使供应链中断问题再度恶化，进一步冲击英国甲欧洲、参亚洲之间的贸易。今年以来，英国因为燃油价物价起，造成通膨创40年来新高。英国劳工日不期出，爆发各种抗争行动。在公共运输罢工了后，上大货柜港码头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虽然劳工抗争有理，不过英国央行捌警告，薪水起不离降价物价，要安怎压制通膨，已经变作英国政府的大难题。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再来看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北部一个都市的民众，顶礼拜日甲民村搬到大路，伫路林的群哦，因是会庆祝一年一届的分大日，来消除因普通时啊压力。那么做伙来看卖。穿裙衫倒伫眠床，准备要好好困一下。不过地点有淡薄奇怪，竟然是伫大路。南美洲哥伦比亚北部城市伊塔圭礼拜二有真侪居民就街耍费，其实这是当地庆祝国际办大日的活动，民众将眠床装帘啊撒就街，一个人也好，双人也好，真侪人搁较赞，因全拢倒伫眠床顶，拢袂无代志做规工。El día de la pereza es para entender de que no todo en la vida es trabajo, o sea, hay momentos para descanso, para uno acostarse en la cama para no hacer nada, eso es el día de la pereza. 虽然伊塔圭的居民看起来真简单，不过因平常是真无行，当地人口只有20几万，工商业煞真发达。当年也会举办8天的工商文化节，不过3过年前，一位居民感觉生活伤紧张，应该帮忙脚步，建议工商文化节最后一天用来好好办大节嘞。La pereza es el motor del progreso. Cuando a usted le da pereza cocinar, entonces va al restaurante. Cuando le da pereza lavar, compra lavadora. Cuando le da pereza organizar la casa, contrata a alguien. O sea que el Día Mundial de la Pereza es el motor de la economía actual. 办大日唔难困，也会举办最佳困衫枕头10几种比赛。主办单位希望居民伫即天彻底舒压，学会晓享乐、放松甲休困，才有精力继续面对挑战。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来看中国的长江发生60冬来上严重的渴旱，本地因地水底不详，即马是看现现哦。当地嘛当个进行零造雨，专家是表示讲，若是未来10天阁无雨水，今年稻米的产量会真惨。中国四川最近高温可旱，中江水位降低。民众听讲，重庆巴南区附近，伫佛爷娘岛大顶馆有600年历史的佛像现出水面，特别走来参观。我是看报道上说是600年前的明清时期，我觉得很珍贵。以后水涨起来了看不着了，趁这个机会看一眼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专家发现，现出中江水面的有石刻佛像拢总3尊，中央较悬即尊目睭白白，清楚看会到，保存良好。可能是佛爷娘即颗咧较早定发生尊难，所以雕刻地藏佛像，希望保庇行船平安，也无排除是为着指引航向漂记地点。中江水的分流甲连江共管水位是真济，倒准比别停航。以前的江水基本到那个岸边了，现在可能这块就属于江中间了，你看。
因为真久无落雨，若冲击河流运输，农民更加烦恼农作物无法度收成。亲像乌南这位农田已经大甲闭起，有关当局除了抽污水协助淹蚕，也鼓励用较有路的技术，确保水会当合法利用，也利用人工造河。作业点的选取是主要是要远离居民区，然后远离公路、铁路，然后我们呢一般都是会选择在我们的大型的水库周围。农业单位评估，未来10天是关键时期，高温酷热现象若阁持续落去，秋天的收成可能会受到严重冲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欧洲嘛面对50年来上严重的渴旱，伫法国各农民开始改种免用水灌溉的高粱，才有通收成。英国上出名的食物园区园嘛考虑讲要改种免压水的花。规片的番麦田去互日头晒甲大屁屁，番麦嘛是拢连连去，但是伫伫番麦田的边仔，煞是一片的青翠，差别真正有够大。原来这个看起来种甲真好的农作物，就是高粱。这是伫法国巴黎南部75公里左右，一个叫做库埃特的法国人所种的一片高粱田。库埃特讲，伊4年前开始种高粱。甲种麦仔比起来，种高粱爱用的肥料只要差不多1/3就有够，嘛毋免使用砂糖剂。上重要的是，伫法国种高粱无需要用到啥物水来压田。伫即马全欧洲拢欠水真严重的时阵，种高粱真正是非常好的选择。La culture de sorgho est intéressante parce que ça apporte une nouvelle culture, une nouvelle façon de penser l'agriculture et d'aller plus dans une agriculture durable, c'est-à-dire qui préserve les ressources de demain et qui aujourd'hui veut impacter le futur. 因为欧洲人对高粱无啥了解，所以欧洲去年甲今年生产的80万公吨的高粱，敢若有1/4是人摕来食，其他大部分拢是用来做动物的饲料。但是其实高粱的营养价值真悬。库埃特讲，伊正在打算要甲朋友合作，用高粱来焗酒，也是开发其他的产品。伊相信，即马全球的温度愈来愈热，愈来愈欠水。像高粱这种毋免用水就会当种的农作物，将来一定会愈来愈受到欢迎。甲镜头转到英国，这是英国伦敦附近非常出名的食物园，或者区园，总共有132公顷。种5万种以上的花甲草木，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但是英国已经超过1个月拢无落到半滴雨，而且即马真欠水，嘛限制大家袂当像以早用水管来压花。所以区园即马开始考虑要改种一寡无需要压水的花。区园的工作人员讲，毋免压水的花，并无代表就较无水。因甲大家保证，只是种的花品种无同，以后来区园佚佗，这游园会是上水的花园。记者江明恩编译。今仔各地天气拢非常的热热，其中大台北、花莲、台东可能温度会升到38度以上哦。也毋过下暗开始，受到马鞍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东南部阁有恒春半岛就会开始落大雨。做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